日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读做翁，翁翁翁，读第7条读做翁。就这个发音来讲，翁是这个片音的韵母。若是就发音来讲，咱看到汉字写这个翁，会当讲是火烧甲真猛、真大、真严，咱讲是火真旺。另外生理真好，或者是庙真侪人拜，咱讲是生理真兴旺，或者是庙的香火真旺。若是树木发较真旺，咱嘛当讲是旺；若有兄真响，咱讲是兄真旺。抑阁有咱看到头毛发真济，咱讲是头毛真旺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兴旺，会当讲是真兴，代表兴隆旺盛。颠倒边的词就是衰微。第二个词就要来小解旺盛，这是形容真旺的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若是亲情50好朋友有日咧做生意开幕，拢会甲因祝福五谷丰收，年年富，六畜兴旺，日日春。希望生意兴盛，大赚钱，业绩兴旺，达到好时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旺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